南投一间庙寺办庙会绕境来乌演的人头未少，其中桃园龙德宫的鸾桥，副桥的是一阵空中小姐。这组仙女团40外个，每一个拢穿传统的红线装，将做绕境的最焦点。炮下放完，绕境开始，顶头一个出发，闹热滚滚。 这是南投一间庙宇举办的绕境活动，其中来自桃园龙德宫的鸾桥特别引人注意。副桥的人因是穿粉红色的红线装，每一个拢生做真水，体态优雅，气质特别出众。很漂亮，里边有那个模特，也有那个空中小姐，实在是令人惊艳。 原来这美丽小姐拢是空姐，因是来自各航空公司，因为拢会去伫机场附近的龙德宫拜拜求平安，是妈祖的信徒。这次妈祖落南绕境，因就被钦点组成仙女桥班。这次坐一台游览车来，拢总40几个，爱分班轮班一般庙会真难得看到有空中小姐来参加，这届来40外个人，而且佫是绕境8点钟的路程，因全程拢行完，请大家注意，嘛是这次传统的庙会活动注目的焦点。